6县情按紧张，为操作争取客家票的支持，无论马英九、蔡英文，也算宋楚瑜，在行业角度的位数，如讲自家没系行业，也各有打算。蔡英文爱突破蓝绿客家票的结构，马英九则系爱稳系基本盘，宋楚瑜则希望蓝绿总拿握。好在因为人家县情按有帮水的时节，也也能认同韩国做的集群民众争取支持，故所也被泰县。那位上述候选人准确如讲，自家如何行业？成立客家候选会，过来台三线行透透。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唔但想讲自家系客家妹，行业头上苗南入嘅基本票仓，之前行实验室为同客家学上来。有人告诉我说，他的腔调不是。在各地通行的腔调，所以我就相信说，等我做了总统以后，我再一样一样来选。蔡英文希望用客家身份、国家清新嘅形象来补救都讲长期都客中支持度唔拉嘅问题。我想他应该会承担，因为过去民进党在操作没很用心，没很用力啦，着力点不大。但是蔡英文呢，因为他是客家的血缘，如果是新的选民或者是没有特定的这个政党认同的，可能对蔡英文的那个形象、清新可能会有吸引力了。面对蔡英文前面南讲客中太不一样，另外连进嘅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马英九用半个苗栗抗人嘅身份下向 homestay， 未经受到反应。大家按坐，大家好。对唔晓讲客都苦练客法，马英九率同客家場合是天出想搶講客。愛係客人，唔係人客。除了為特別強調家事協議，韓國會講，而對台北市長到總統任內嘅客家經濟，希望天無穩定藍綠六比四嘅客家基本盤。講緊呢，這是佢認同嘅行業啦，嚇。不過樣啊，就講佢嘅行業，過佢認同嘅行業，嚇。對人行業嘅以後人嚟，慢慢都發酵嘛，所以講一定會有股票作用。不過無論係藍還係綠，同客家認同後都係要本對手攻擊嘅素材。馬英九空半年先嘅時節提出舊態客家經驗度，設立全國性太公律天台冇做到，受到六將強烈批評。蔡英文國家係因為唔曉講客，好先嘅時將承認客家身份，本南洋義府係度偏票，藍綠雙方相吵必敗，夾到東方界親民黨候選人宋楚瑜係要想辦法行出另外一條路，將唔係本人變演化。雙山下海南北奔波。为台湾去相亲认真去做事情，一步一个因为为大家认真去达标。強大選將經濟派，宋楚瑜希望過一擺感通客家市民，同時未到新業中，三萬行北部客中嘅時節，第一擺講出自家沒有客家語言。他嗰套選票嘅嚇，選到當緊張，佢講不應講都是為夾頭，嚇，所以講佢想用較重嘅說法就講，我唔但係有客家政策。好，個藝自家本身咩行業，好，你要小心藝哈。也不一定說你講你係客家人，好我就一定投你，因為大家都講連宋楚瑜都講你講佢係客家人啦嚇，啊啲唔係青蔥腰啦，而是平常本人來感覺。雖然個協議同楚權認同，同泰縣都有一定嘅影響力，但是同縣縣多數嘅時節，個親人候選人還係上菜嘅，同重點來轉經層面。用靠中農經建設一條實際嘅論述來做基礎，促權認同來做補助，三萬行基層慢慢嘅經營客家市民，將係大洋先進嘅青春有關鍵。客家新聞方面小標記者，綜合報道。